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录上卷19章。后来亚扪人的王那哈死，伊的囝哈伦煞接伊做王。大比讲：我要好款待哈伦，因为伊的老爸那哈以前好款待我。大比因为哈伦的老爸死，就找使者去甲伊慰问。大比的人神到亚扪人的境内见哈伦，要慰问伊。毋过亚扪人的领袖对哈伦讲：大比派人来慰问你，你想讲伊真正尊敬你的老爸哦？伊的部下来见你，敢毋是要详细侦探这个城，看要安怎甲咱征服？哈伦就掠大比的人神，甲因的喙手剃起来，佮剪断因的衫的下半截，互因露出下体，然后赶因倒去。有人将这个人所拄到的对大比报告，大比就派人去接因，因为因感觉非常见笑。王讲：留点夜里哥，听候喙手发长才倒来。亚扪人知因惹大比生气，哈伦甲亚扪人就派人带34000公军的军去米索不达米亚、叙利亚、马加、索巴，请战车甲马兵。因请32000台的战车，以及马加王甲伊的军兵，因就来扎营伫米底巴的头前。亚扪人嘛对因的城出来组织要交战。大比听见，就派约押带所有勇猛的军队出去。亚扪人出来伫城门的头前排阵，其他遐个王另外伫野外排阵。约押看见伊的前后拢有对敌排阵，就对以色列精兵的中间，搁再拣一寡勇士出来排阵，要抵敌叙利亚人。约押将其他的兵士交互伊的小弟亚比斯，因就面对亚扪人排阵。约押对亚比斯讲：叙利亚人若比我较强，你就来帮赞我；亚扪人若比你较强，我会去帮赞你。着坚强，着为咱的同胞甲咱上帝的城勇敢出战。上主会照伊看做好的去做。约押带伊的军队进前甲叙利亚人交战，叙利亚人战败，就伫约押的面前逃走。亚扪人看到叙利亚人逃走，嘛伫约押的小弟亚比斯面前逃走入城。约押就倒转去耶路撒冷。叙利亚人看到家己杀死以色列人，就派使者去幼发拉底河迄边调叙利亚的军队来。哈大底下的将军索法带军队来。有人报告大比，伊就调集以色列全军过约旦河，面对叙利亚人排阵。叙利亚人就甲大比交战。叙利亚人杀死以色列人，大比杀死叙利亚的战车兵7000人，步兵4万，搁杀死叙利亚的将军索法。哈大底下的人神看到因杀死以色列人，就甲大比讲和，归顺伊。对安尼，叙利亚人无搁帮赞亚扪人。